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金禧花園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首先呢個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係廚房，有洗衣機、爐頭、抽油煙機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放個4人飯台。客廳嘅地方一邊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啦。對住就係屋苑嘅內園，洗手間係名廁，企缸設計方便淋浴。我哋睇下第一個房間啦，佢放咗2個高身衣櫃，有需要可以放返另一張床。咁佢有3邊窗，非常光猛。對住喺屋苑嘅內園，另一個房間放咗地台床，咁有冷氣機啦，3邊都有窗，對住就係屋苑嘅內園。